馆今年举办的全民运动会，甲国标舞加入比赛项目。云林县所无儿童选手会使参加比赛。国标舞老师蔡秀惠计划要伫县内培养小选手，互单亲、新住民或者是低收入户家庭的囡仔会使免钱来学习。学费很贵，所以偏乡地区目前我知道说我们云林县在这方面的推广是相对薄弱。真感谢咱蔡秀惠老师这个无私的奉献来阮市后乡要来教育。云林县确定会办214年的全国运动会，蔡秀惠老师嘛真希望主办单位会使甲国标舞加入比赛项目，互县内小选手会使有发挥的舞台，可以让大家开心，觉得蛮容易上手的，就是很有成就感，就是每跳一次就是成就一次。大家拢学甲感觉真趣味，若有兴趣的民众会使到轮椅体育运动舞蹈协会了解详细的招生办法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